Hello，大家好，我係 Jessica。咁 follow 開我嘅朋友咧，就都可能都知道啦，係今年啦。咁今年即係2025年嘅4月份嗰陣時啦，我就喺東倫敦咧就開咗我第一次喺英國嘅個人展覽。咁個展覽個名咧就叫做Depart and Arrive Then and Now， 係記錄住我由香港嚟到英國呢幾年之間嘅經歷、感受同埋故事。咁其實個展覽完咗之後咧，我一直都好想出呢一條片，就分享翻我喺展覽入邊裏邊嘅作品。咁但係一直都太忙，好忙就冇機會出到。咁因為嗰陣時啦，我冇將我所有嘅作品公開啦，即係喺我條 YouTube 片嗰度公開咧，係因為咧我係想留翻啲神秘感俾即係嚟現場參觀嘅朋友嘅。咁而家個展覽終於完咗啦，咁生活都要繼續㗎，係咪？咁所以我今次咧想借呢個機會咧，就即係同大家講翻我每一幅作品背後嘅故事啦。咁而呢條片嘅題目咧，大家見到啦，就係藝術世界唔浪漫。咁其實咧唔單止唔浪漫，甚至係可以講話係好現實添。咁點解我咁講咧？咁大家記得要睇到最後，我會講下喺呢一個即係藝術世界裏邊，我一個人點樣撐落去咧。我成日覺得咧，畫畫係一種情感嘅抒發，佢唔單止係顏色同埋線條，而係藝術家有信息想帶俾觀眾，係好主觀同埋好個人嘅一種真摯嘅表達方式。以前我嘅作品係屬於抽象表現主義，我係用外在嘅個人物品嚟表達內在嘅情緒同埋幻想，尤其對呢個世界嘅幻想。嗰陣時我嘅畫一切都係美好嘅，甚至有啲天真。我好慶幸自己喺香港最燦爛嘅時期長大，見證過城市嘅光輝同埋活力。可能就係因為咁，我喺一個好似溫室嘅地方成長，天真到以為幸福係理所當然。但係當有一日，熟悉嘅地方變得唔再熟悉，自己身邊嘅世界出現咗好多變化，同時我覺得自己同呢個地方嘅距離感越嚟越大。喺嗰一刻，我好清楚自己應該要離開，因為唔係想逃避，而係因為我知道，與其喺嗰度都要重新學習適應，咁我不如試下去另一個國家，用另一個角度重新開始。嚟到英國，花咗一段唔少嘅時間重新適應新環境、新生活、新天氣同埋新文化。當一切慢慢穩定落嚟，我開始想用最寫實嘅手法記錄我人生中最大嘅轉捩點。就係咁 Depart and Arrive Then and Now 呢個系列就開始成形。我嘅畫風由抽象變成寫實，就好似我嘅人生咁，一個360度嘅轉變。喺英國3年半之後，我終於喺倫敦開咗屬於自己第一個嘅個人展覽。當時我拍咗一條片，不過因為想留低啲神秘感俾大家，我就冇將所有嘅作品都公開。今次就想借呢一條片向冇機會嚟睇展覽嘅朋友講返我呢幾年嘅創作同埋成長。呢張相係我入境英國嘅第一個 selfie。嗰陣係2021年7月，我喺機場通道上，仲未過海關，就喺眼前見到一幅全身鏡。咁我停咗一停，望住鏡入邊嘅自己，一臉迷惘同埋倦容。搭完10幾個鐘頭飛機之後，我用手機影低咗嗰一刻。當時冇諗過呢張相2年之後會成為我第一幅英國自畫像嘅原型。畫嗰幅畫嘅時候，所有嘅回憶即時湧翻晒上心頭。嗰一年疫情十分嚴重，臨走之前幾乎同每一個朋友都食過告別飯。喺相入邊，大家都戴住唔同顏色嘅口罩，仿如昨天。嗰日我喺機場見到一幕幕嘅離別，一幕幕嘅擁抱、痛哭、不捨，而我只係覺得未來好茫然。
喺 Depart 系列入邊有一幅畫係我最中意嘅，幾個大男孩圍成一圈，緊緊相擁，睇唔到佢哋個表情，亦都睇唔到佢哋個樣，但係從佢哋嘅動作已經可以感受到嗰份無以言表嘅情感。唔知你會唔會都有同樣嘅感覺呢？喺我上半 part 嘅系列裏邊，你哋又最中意邊一幅呢？可唔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嚟到英國安頓落嚟之後，我開始融入呢一度嘅生活。趁住英國最美好嘅季節，我就會周圍去觀光旅遊。對於從未嚟過英國嘅我，想借呢啲旅遊加深對英國嘅認識。由春天櫻花滿開，到夏天黃金嘅麥田、紫色嘅薰衣草，再到秋天層層紅葉鋪滿山頭，冬天嘅霜雪，呢啲嘅自然風光都成為我靈感嘅泉源。其中一幅畫係我奔向一片紫色薰衣草田嘅背影，呢一幕正好同我第一幅嘅自畫像形成對比。嗰陣我面向鏡頭，眼神入邊嘅不安迷惘，似乎同自己講：我終於嚟到啦。而今次我背住鏡頭，步向遠方，唔再係嚟到，而係走入一個新嘅地方，新嘅階段。我終於轉身奔向自然，奔向自由。我覺得自己唔再係過客，而係呢一度嘅一部分。由於喺認識嘅人當中，我自己係較為早一批過嚟英國嘅。之後幾年，亦都開始有朋友陸陸續續咁過嚟英國。佢哋嚟到之後，亦都令我嘅生活熱鬧咗好多。仲有一位新朋友，一隻叫做 Monty 嘅花貓。佢原本係離家出走，後嚟就俾我朋友收養，成為佢哋屋企嘅新成員。我周不時都會去探佢。佢好聰明，好有靈性，甚至成為我其中一幅畫作嘅主角。媽媽一直好好奇我喺英國嘅生活，佢一生都冇坐過長途機，但係為咗睇下我嘅生活，佢鼓起勇氣飛到去地球嘅另一邊。我帶佢到處遊覽，但係其實佢唔太中意出街。佢笑住話：我只係嚟一次嘅咋，睇完我就安心噶啦。一向都好固執嘅媽媽，我好意外佢竟然同我講，佢覺得英國都幾好。臨走之前，佢千叮萬囑叫我好好照顧自己。經歷過最艱難嘅時光之後，一切慢慢穩定落嚟。雖然英國都有佢嘅困難，經濟唔好，稅又重，但係嚟到英國之後，我反而自己個心安定咗。其實世界上係冇一個地方係天堂。英國嘅環境令我變得開朗、寬容同埋踏實。有人話畫作就係一個藝術家嘅內心縮影。呢一個色彩繽紛柔和嘅新屋企，唔知係咪我內心對未來嘅反應呢？你哋又覺得呢？影片嚟到最後，Jessica 有啲心底話想同大家講下嘅。其實咧，我從來都冇諗過話做 YouTube 片係為咗賺錢，因為好老實講咧，做 YouTube 如果你想要賺錢嘅話咧，你真係要請一 team 人，以做生意嘅角度去出發去做嘅，咁仲唔代表你係一定會賺到錢添噃。咁我自己冇一 team 人啦，我只係得一個人啦。由策劃、構思出咩片，內容要講啲乜嘢，邀請嘉賓、揾嘉賓、拍攝、剪輯，幕後嘅配音，咁一手一腳咧都只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去做。咁而加上咧，我自己仲要揾時間去畫畫啦，參加展覽啦。咁平時咧我都會開小班教學，教啲小朋友畫畫啦。仲要返工咧，咁仲要做家務咧，買餸煮飯咧，所以咧你可想而知咧，就係點解我出片出得咁少啊？咁或者你會問，咁點解你仲要 keep 住呢個台咧？又冇乜人睇係咪？咁因為咧呢一個頻道咧係我唯一一個窗口。咁我因為冇畫廊啦，冇團隊啦，又冇人幫我啦，咁即係呢度咧就係我一個小小嘅舞台。
咁當我有新作品或者係新展覽嘅時候，呢個平台咧就可以即係 at least 發揮到少少嘅作用咁啦。其次咧，我都想做我自己喜歡，即係其實我一直都係覺得咧，就係我想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咁係乜嘢咧？咁咪就係畫畫咯。咁我唯一就係中意畫畫，但係咧我又唔願意向現實低頭喎。點解咁講咧？就係我覺得我只係享受畫畫嗰個過程，同埋就係我畫完畫之後，我拎出嚟同人分享呢一個我係好 enjoy 嘅。但係喺畫完畫之後，你要翻去現實嘅世界裏邊咧，就好老實講，我係不敢恭維嘅。正所謂識人好過識字，係咪？咁呢一點我好明白㗎。咁邊個唔想啦？係咪？識多幾個伯樂，咁你事半功倍添啦，係咪？咁但係喺識人嘅過程裏邊咧，其實係要奉承啦，要巴結啦。咁呢點咧，我真係做唔到。咁我只係埋怨自己面皮薄啦，骨頭硬啦，條頸仲硬啦，所以咧就唯有辛苦啲，即係真係靠自己啦。咁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成功嘅藝術家，亦都從來唔會話自己懷才不遇，因為我都唔係有咩才，我只中意畫畫，但係唔代表我係有藝術天分嘅。咁就因為咁。我就即係曾經半途出家啦，就曾經去過紐約讀咗一個5年嘅藝術課程。咁而喺呢5年裏邊咧，我就好努力咁樣去訓練好自己嘅技巧，為嘅就係如果我有需要，我想表達我自己所表達嘅嘢嘅時候，我可以隨心所欲。咁所以咧喺呢一刻咧 ，Jessica 就更加需要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勵啦。其實你做嘅嘢好簡單嘅啫，你嘅支持咧其實好簡單，只需要動手去撳一個 like 或者 share 條片出去，又或者喺留言區裏邊鼓勵下 Jessica 啦，咁已經係幫咗 Jessica 一個好大嘅忙咧。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啦。咁而當唔畫畫嘅時候咧，就 Jessica 都會中意咧，就周圍去旅遊觀光。咁我都會即係帶住大家一齊去我走過嘅地方。咁所以咧就誠意咧，而家睇到呢條片嘅朋友未 subscribe 嘅 subscribe 我個台，跟住我一齊成長，一齊去見證新嘅里程碑。咁我發現牢騷啦，咁希望大家下集再嚟呢一度同我再見面，同我傾下偈咁樣啦，拜拜。